農曆新年咧，我哋一家人去到深圳觀瀾湖站嘅旁邊哈利波特禁忌森林體驗區，呢度咧係鄰近黑窩 Hotel 酒店喎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入園前咧，可以先喺酒店隔離咧乘搭專屬小火車，駛入魔法森林嘅入口。通常票價咧就只需5蚊，禁忌森林嘅門票就每人約100至150蚊，價格都好親民呢。一入嚟咧就見到一排嘅主題餐廳，有奶油啤酒啦，同埋魔法甜點嘅，所有蝦利迷一定唔能夠錯過喎。重點一，互動體驗真係好有趣啊！可以遇到故事入面嘅角色，完成小任務就可以轉取魔法金幣，累積起嚟仲可以兌換盲盒添㗎。入邊嘅森林氣氛咧真係做得好逼真啊！迷霧啦、燈光啦、音效啦，每一次細節咧都好似令到你咧瞬間穿越到霍格華茲嘅禁林一樣。重點三，園區裏咧藏咗好多嘅魔法機關啊！可以借用魔杖對住森林入面嘅神秘觸發點，連住咒語，例如木箱會自動爆炸，植物會發光回應，就似真嘅係學識咗魔法啊！總括嚟講咧，呢個園區從嗰個氣氛營造啦，去到互動設計咧，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入邊有好多打卡嘅地點啦，更加係一個沉浸式嘅魔法冒險。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嚟過啊！